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3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早暗，伫咧9点31分，伫咧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3的地震，这深度是70.3公里。伫咧宜兰桃园新竹上大震度是有到3级。这气象署是研判，这个地震应该是去年12月27，这规模7.0的这大地震的地震尾。去年12月27暗暝，地区冰心，真侪人对民梦当中精神，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感觉。同款是伫东部外海附近，1月12暗时9点31分，又搁发生规模5.3的地震，深度70.3公里，是属于中残的地震。气象署判断，这个地震是去年规模7地震的地震尾。27号这个规模7.0的地震，它的深度是72.8公里。那这个地震造成全台有感。那我们当初有说，因为这是一个7.0的地震，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地震。那后面其实还是会有余震。这个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小 A 所引起的。宜兰、桃园、新竹上大震度来到3级，宜兰县真侪人也收到国家级的警报。不过，这个警报差不多伫地震发生15秒了后才发布，啥哪会有时间的差别？气象署进一步说明，关键就是伫地震的深度。民众在质疑说，为什么发国家级警报会15.4秒以后，因为它比较深，我们一定要震波传到地表，开始有侦测到这个讯号，开始处理，才能做相对的一个处理跟应变。吴建虎表示，后手也是有可能出现相关的地震尾，不过因为能量有慢慢放出来，规模有机会愈来愈小，民众的感受也未遐明显。公视新闻朱宏志、吴基昌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找这亲友来做人头，诈领助理费超过384万，佮收建商的钱收70多万。这一审是甲判7年10个月。陈怡君表示会尽量判决。这民进党的联政会2月7日嘛会开会来讨论上当会甲除名。还有觉得自己很无辜吗？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嫌找亲友做人头，伫2届议员任内诈领助理费超过384万，也互指控收钱70多万，替建商关说。专案经过半年外的时间审理，12宣判，一审以贪污的无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刑7年10个月，褫夺公款5年。伊的办公室主任陈慧琳判5年10个月徒刑，另外洗钱的部分是判半年刑期，会当换扣罚金。国家给予议员助理补助费之目的是要提升议员问政品质，并加强选民服务，并非对议员个人之实质补贴。竟为谋求一己私利，罔顾国家给予助理补助费之目的。一审判决的理由是合议电批评陈怡君作为议员，都爱清廉自爱，竟然为着谋求私利，诈领助理费，互助理用转世方式制造金流断点，稳定气象。更加因为一时的贪婪收钱，剥夺公务执行纯正，破坏平台为民服务的清廉形象。大家相信我的清白，我们绝对会配合检调，好好的调查真相。改变头一摆约谈，公开伫镜头前捍卫清白的态度，陈怡君伫精心阶段拢真多，而且主动缴纳455万元全部的犯罪所得。毋过伊贪污，虽然一审无罪，毋过伫官司定案进前，面带身份拢未受影响。面对判决的结果，陈怡君低调以书面回应，尊重司法，收到判决书了后，会甲律师建议。民进党廉政会表示，会伫6月7日开会，上轻至少停权上当会当除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进党的高雄市长党内初选开始电话民调，确定是区议员柯志杰、罗瑞良、林大华来拼党内初选，按算今中昼进前就会公布结果。候选人徛伫车顶，双手对路边的民众一直压。民进党对12到17要进行高雄、台南、嘉义县市长的党内初选民调。12起过一天抽口啊，由高雄来拍头阵。4位参选的现任立委拢把握时间来拜票，其中区议员伫咧黄捷甲吴派吉的陪同下，用车队伫咧三明福山拜票。柯志杰是伫咧太太陪同下，伫高山来拜托民众支持。林代华加头毛用新造型来宣示家己的决心。啊，那罗瑞良是由济议员的陪同。选伫基丁阵地来设计邮票。今天当选，明天马上可以上工。好，所以要拜托市民朋友，今天晚上帮赖瑞隆顾电话，
守住赖瑞隆，守住高雄。顾电话，挺代华，市长唯一支持林代化。拜托市民朋友帮我顾电话，少接拜票，社群分享，陆战空战多管齐发，我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就是今天晚上哦，有可能1个晚上就会做完了，所以要请所有支持意营的好朋友，务必要在家里接电话。相对民进党初选选战正热，已经得到国民党定调参选高雄市长的郭志温，是用轻松的态度，翕影片大文的面册来敲击对手。接到民进党电话，哪要回答谁啊？因为会有4个候选人选不出来，那你觉得这个时候要怎么回答？你当然就是说，这4个人如果不是你的选项的话，你当然要讲说唯一支持柯志恩。好，民进党中央党部表示，电话民调对12下暗6点做到10点半，只要做出来有效的建本达到1200份，加长工早起10点半就会公布结果。当时嘛抽出东港是台南，还是家己要进行电话民调。记者柯家族高雄长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又有冷气团来报道啊。不过这波冷气团较大冷，各地拢是一份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各地水气拢会减少，干那花东、恒春半岛较会落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这北部宜兰低温大约是11度，新北到新竹部分地区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日时这北部东半部的高温是21度，中南部是25至27度。早晚温差是真大，嘛提示观众朋友来注意天气变化。根据这台南市农业局的统计，去年掠这青豆丁都掠超过26000只，比前一冬搁加1倍。即摆个传出讲，有的青豆丁甚至搁会走入去邻家厝内底。农业局表示，已经有车人来盗掠，会加强巡查来控制数量。今日台南南区一间徛街，民众带记者入去引导灶卡，哪讲哪记一个窗仔门，当时就是有一只青皮豆丁，青门大户直接摸咧邻家窗仔，互因大家带一条，到窗想起来也是心惊惊，而且这毋是个案，李中公家大中里里面甲反映真侪届啊。惊到啦，有啦，有惊到，嘿啊。啊，就感觉毋捌看到，啊，就叫阮后生打电话去甲李中公安尼。袂细食哦，2、3尺的哦。头到尾哦，3尺外有，因为伊的身躯一地吼，啊伊个会一大尾啊。原来种青皮豆丁因为无天敌，加上真高生态，地数数量较歹控制。根据统计，去年全市已经掠26000多只青皮豆丁，平1年加1倍。其中南区甲林地区数量占上济，但是坐到公园甲蒙阿保顺，虽然无看到，不过李长讲这枪仔拢会密伫咧树仔顶，加上湿水真强，嘛较歹互人发现。因讲后续会继续加强巡查。去年到现在大概里面有通报了3、4次，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绿鬣蜥跑掉了。那有时候我们过去有抓到，那抓到之后我们就通知农业局，然后来里长服务处把绿鬣蜥带走，后续让他们去做处理。今年的1月到现在的话，也移除了几百只哈。那后续的话，如果民众有发现绿鬣蜥的话，也可以通报我们。台南市农业局表示，市府已经请委外单位来盗掠真侪届。那以南山公墓4颗位啊，一天上悬有捌掠过2、300只。为着要防止拖到别区，因讲即阵早暗拢有派人咧巡，公园绿地甲河边拢是因巡的重要目标，嘛会继续追查因分布的所在，避免加做生态较安全的温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日讲到高雄，这去年是少年所发生龙洞狗的攻击事件，市府是启动专案来掠狗，伫咧4个月内就掠超过1000只。这动保处是评估要甲这狗仔送互人饲，也有机关是建议讲，会当甲训练做搜救犬，也是赶狗犬来运用。看到人一摆狗仔一直哄哄叫，高雄寿山动物收容所规定的收容量是250只，即阵差不多有90%满。动保处讲，因为去年7月到10月，高雄永安甲旗山北头山发生龙洞犬攻击受水的坐过人甲山顶的玫瑰鹿，造成伤亡。市府启动专案，加强掠龙洞犬，短4个月就掠1050只，地属高雄2大公家收容所拢逼量。透过专案经费，我们也跟我们的一些民间团体、厂商这边一起配合。把我们这些短时间大量进入的犬只来分散到一些民间团体的场域里面。突然就是增加200-300只，所以我们不管在收容的空间都要去扩大，跟人手我们都要增加很多的人手，跟饲料的费用什么，这个都是要成正比的去增加。
高雄燕巢甲寿山2大收容所的量进磅是900只，只要9成满，动保处就会随甲民间团体合作进行暂时的收容，也是协助送养。不过一个月向用一般200-300只，动保团体嘛讲真正是第一摆拄到。有议员建议，除了饲甲送养以外，嘛当互龙洞犬有多元的运用管道。动保处也应该同步加强工作犬的培训，上工一条龙的机制，透过搜救犬、陪伴犬、驱猴犬等多元管道，让这些犬只对市政有帮助，让收容的量能不再紧绷。动保处表示，去年甲中央申请的专案有大约2000万的经费，除了增加卡手掠龙洞犬以外，主要佫用伫加强饲主责任的教育。因相信，只有源头的观念正确，才会当有效来减少流浪动物的问题。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场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高铁要通宜兰前政务委员就和政府就要赶紧来打动，讲短短几十公里尔就要开4000多亿是重大错误。再来是自由时报，卫生部提案以外籍中介技术人员的方式来准病院来请外籍的照护员，希望在第2季进前会当完成相关的修订。最后是中国时报，台股冲破3万点，国安基金在去年4月，因为这台美关税影响，日来护盘到昨是宣告来退场，护盘是279天，是日来上久的纪录。有人讲到，这台股已经冲破3万点啊，国安基金嘛宣告正式退场。根据这纽约时报的报道，这台美关税嘛已经超好势啊，可能就是要降到15%左右。台积电嘛要伫咧美国搁设5间的晶圆厂，嘛带动台股夜盘搁再起悬。随着美股顶礼拜5四大指数拢起起来激烈，台股12开悬行悬，上悬来到30681点，起将近400点，上场收伫30567点，起278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徛就1700块，收盘是收1690块，起10块。其他亲像日月光、甲宽球晶，抑个联电也拢是以起价收盘。其中信华股价除了创下天价，也是台股头一间徛就8000块股价公司，收伫8055块，起伏大约5%。现在的一个行情的上涨，并不是来自于国安基金护盘所导致。现在国安基金在场内唯一的好处就是只有心理上面的一个影响，而没有实质上面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短线对于台股的冲击可能不会很明显。国安基金也就是国家金融安定基金，政府对2000年设立，主要用途是安定国内金融市场，即要伫国内外发生重大也是金融相关事件，造成资本也是金融市场失去特殊。国安基金委员会就决议是毋是入场来护盘，观察近几年护盘超过200天历史来看，第6摆是因为人民币也佮亚洲货币大买汇基护盘232天。2020年新冠肺炎也佮国际油价大落，也护盘超过200天。2022年因为经济衰退记录，护盘275天。去年4月初9，因为台美关税继续护盘到即阵，总共是279天，也创下史上上长护盘的记录。应该是可以撤出了吧，尤其是现在最近的成交量呢，平均都在6000以上了啊，资金也回流了，人气也回流了，所以现在再继续护盘的话，似乎有点怪怪的。专家认为，无论国安基金是毋是继续护盘，还是退场，对股市影响拢无大。最后，国安基金委员会强势决议，因为已经无国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度移动，造成资本金融市场失去特殊的问题。国安基金即日起停止执行安定市场的任务，回归证券交易市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来关心伊朗的反政府抗议，已经造成上无600个人死亡啊！这美国总统川普是搁再警告讲，要考虑用强势行动来保护这些抗议人士。讲伊朗即马应该是真想要来甲美国来谈判。不过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尼是指控美国欺骗。伊朗是想要甲华府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考虑介入伊朗愈来愈严重的局势，因为死亡人数已经愈来愈多。伫伊真侪选项当中，包括军事行动，也佫有关税，针对甲伊朗有贸易来往的国家会加扣25%的关税，而且即时生效。There seem to be some people killed that aren't supposed to be killed. These are violent. The military is looking at it, and we're looking at some very strong options. We'll make a determination.
包括德黑兰在内，真侪伊朗的城市有支持政府的游行，有数万人来参加，也国旗，而且谴责外国干涉。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发声明，俄罗斯支持政府的行动。نقشه دشمنان خارجی را که قرار بود به دست مزدوران داخلی پیاده شود باطل کرد. متوقف کنند و به مزدوران خائن تکیه نکنند. 这游行多数是政府组织，用来反击反政府示威，强调国家团结。ما خواهان جنگ نیستیم ولی برای جنگ آمادگی کامل داریم. در این حال همو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گفتم ما برای مذاکره هم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目前伊朗的网络拢是未通的，真侪反政府示威资讯真歹放送出去。川普表示会找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通电话，看敢会当提供新链开放网络。We may get the internet going if that's possible. So we may speak to Elon Musk. And in fact, I'm going to call him as soon as I'm finished with you. 德黑兰南部郊区这个发育中心内底拢是遗体，加上是好白里，反政府示威，互人镇压死去的人数是愈来愈侪。嘛，因为伊朗即马通讯是关起来，较少看到客伫边的太平间，也是街头传来的开枪的画面。实际死亡人数就亲像伊朗人权观察所警告的，实际数字毋定安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讲到这件伊朗的反政府抗议，因为即马因官方是切断对外网络，所以目前统计死亡人数是差真济，对600多人到几千人拢有。这伊朗官方嘛表示讲，若是美国敢来插手，就要对美国伫咧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攻击。2025年6月，美军出动 B-2 轰炸机到东行导引炸弹，升动伊朗部分核能设施。并对2礼拜多以来，伊朗扩散全国的反政府示威，造成数百人以上死亡，加上有突袭委内瑞拉逮捕总统马杜罗的先例，所以各方拢关注美国敢是会以类似的手法促成伊朗发生政权更替。They rule through violence, but we're looking at it very seriously. The military is looking at it, and we're looking at some very strong options. 路透社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指出，所谓的强烈解决方案，包括空袭等军事打击、甲秘密的网络骇客攻击，加上扩大制裁，也有以网络成员反政府势力。I have options that are so strong. So I mean, if they did that, it'll be met with a very, very powerful force. 伊朗目前为止也无咧认输，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呛声，伊朗若互美国攻击，美国伫中东的基地，也有以色列，拢会是伊朗反击目标。另外，伊朗总统也指控美国甲以色列就是抗争扩散，佮造成重大死伤的幕后黑手。英国天空新闻指出，超过500名示威者死亡，大约1万人互逮捕。美国时代杂志是讲，已经有数千人死亡。本岛新闻网指出，超过100名的伊朗安全人员在动乱中死亡。ولی اغتشاش و حمله به اماکن عمومی، آتش زدن مسجد، آتش زدن کتاب خدا، یعنی اصلا اینا نقشه‌ای است که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12月29日，也就是伊朗抗争开始扩散过长的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局莫萨德以波斯文伫写军备大发文，公开承认伊朗反政府示威民众有以色列情报人员插伫其中。莫萨德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行就街路，以色列情报员都伫身边支持因。公司新闻家人编译。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因为无愿意搁进一步来降息，甲川普的关系是真紧张。另外一方面，在联准会翻修工程，因为超过预算有超过甲200多亿个代票，检方是针对鲍尔来启动刑事调查。鲍尔表示，这就是唔肯来配合川普，才会予伊抓来算账。美国总统川普长期以来，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无愿意配合降息，互两个人的关系紧张扯到。美国司法部讲，联准会大楼翻修工程款项达到25亿美金，大约代表791亿，唔若受过奢华，也阁超过7亿美金，大约代表222亿，所以向联准会发出传票。要求调查鲍尔敢是对国会做出不实陈述。10月，法府检察官也对鲍尔的公开发言甲指出记录展开刑事调查。I have deep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for accountability in our democracy. No one, certainly not the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above the law. But this unprecedented action should be seen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administration's threats and ongoing pressure.
鲍尔讲，伊的面临刑事威胁是因为利率问题，甲政府继续对抗的效果。佮表明，利率设定应该是对公众利益的上好评估，而毋是迎合总统的介意。过来，若联准会配合降息，就无法度继续独立判断，国开会输伫货币政策受政治压力的控制。另外，川普伊是讲对鲍尔做着刑事调查，拢毋知影，也一直强调鲍尔其实无啥知影建筑工程。伫联准会也做得无好，川普也几啊摆批评鲍尔是戆仔，而且公开考虑将伊开除。You said that the termination of Jerome Powell cannot come fast enough. He says he won't leave even if you ask him to. Oh, he'll leave. If I ask him to, he'll be out of there. But I don't think he's doing the job. He's too late, always too late, a little slow, and I'm not happy with him. 根据法律规定，美国联准会主席由总统任命，任期是4年。鲍尔的主席任期会伫5月到期。川普也讲，伊已经准备好后一任联准会主席的竞选啊。不过，也有财经专家分析，鲍尔风调查可能关系川普打算要控制美国央行联准会，可予后一任主席经过。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加拿大总理卡尼要访问中国，有人权团体要求关注中国人权，呼吁中国就要紧甲李智英等等才会这政治环境放出来。中国军方的精英部队逼出性骚扰、接毒、用纳粹手势证据，目前有19个人去撤销军人的身份，相关案件移送检方来调查。高宗良14岁接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也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马查多，嘛谴责动用武力来做外交的手段，呼吁着要保护委内瑞拉的人权。继续来看空军飞官新北加西 F-12V 战机伫咧花莲外海失踪。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讲，即马有收到一寡乌鸦仔信号，会个进一步来定位。也另外，这 F-12战机因为这事故来停飞，经过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是搁再恢复训练。海鹰一直拍伫海巡舰艇玻璃顶边，因看说东部外海风影依然真大。不过海巡甲国军继续搜查，就是无放弃任何会使找到七日暗时，在 F-12V 战机伫花莲外海对机失去联络的空军第5联队飞官辛碧基。海巡出动无人机协助，也派人伫海边搜查。空军军机加上海军的舰艇斗阵实施海陆空的搜救。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哩证实，即阵有时无，有时有发现一寡机顶乌鸦仔信号。那个黑盒子的定位，那现在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讯号出来。这个海象这个好的时候出港，然后再做一个确定的这个黑盒子的定位。顾立雄强调，因为海上问题负责定位的专业专家无到出港，有任何进展会再说明。也若战机失事原因，相关受到各界关心甲注意。空军证实，失联战机伫失事前2天爆发性勘到小全球定位甲惯性导航系统，EGI故障，并且派工报修。调查的方向，针对它的故障情况，会影响到导航的部分，我们都是我们侦查的一个重点。好，谢谢你。调查的一个重点。空军讲，虽然这战机对出厂以来无无数化任务电脑 AMC 故障记录，不过 EGI 无正常，恐惊影响飞行导航甲判图。已经列做后续事故调查重要方向。因为原先 F-16停飞等待检查，经过将近1礼拜检查，12由空军第5联队联队长吴中华载 F-16V 相似战机带头复飞 ，F-16全面恢复战备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方面，是有国民党的立委是出声来质疑讲，国防部要称职的介绍，讲英国咱家己做一粒就差不多6块尔，佮外销去美国，即摆甲人买煞贵3倍。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解释讲，以前咱是做加工尔，咧做称职壳，无咧做贵粒的。即摆咱要家己做一粒是要16块，甲人买是15块半，有影是有较俗。换姿势、换称职客啊！国军这几年持续强化实弹射击的训练，不过国军对外采购步枪火药的介绍却引起关注。英国国防部家己生产的5.56mm 步枪的枪支，一粒介绍差不多6块，还阁捌外销去美国，即马港买的介绍却是加3倍。
这2个都是由美方来提供发射药底火跟包装材等原料，而且还有提供运输等等。205厂它所负责的是只有弹头、铜壳跟组装的部分。从9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有4000多万发，你用的都是钢芯弹，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采购过。至少现在资料显示，111年的时候还只有2340万发嘛，这个训量就一直增加嘛。郭立雄强调讲，永年205兵工厂替美军生产 M855 更新枪支，一粒是6块，是因为台湾敢若负责枪支的头、壳甲加工。军备局长林文雄表示，这届咱国采购的 M855 更新枪支，目前国军家己制造的成本是16.18块，港美标调的价销是15.53块。另外嘛证实，台湾美国双方已经共同生产新式155榴弹炮弹，将来会豆豆推展到其他的火药。也若枪嘛是强化部队战力的重点，国造的 T112新式步枪嘛当地加速生产。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海军陆战队甲护营的官兵换押美国制造的 M4A1 步枪。郭立雄证实 ，M4A1 是美国军援的物资，当地持续透过军援生产甲必要采购等等的方式，来加速部队摕到适合的战斗装备。适合进阶作战、城镇战或者是在车辆里面携带的卡宾枪 T112来说的话，它是基本上枪管再多了2寸，所以跟 T911相比，它的精准度会再提高一些。国防部估计，到2028年会量产86000支 T112的步枪，来满足地面部队换装备的需求。学者认为讲 M4A1 甲 T112会当应对无共任务的情形，2项拢会是国军真好用的工具甲武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卖台公告年金的法案，传输部表示，尚无有18万的这退休的公务人员，因为所得替代率都要定审，都要开半档的时间。这国民党立委是质疑讲，是行政院要提出实现，才会安尼做来拖时间。在国民党、民众党团人数优势之下，立法院去年12月三读通过停止台公告年金的法案。不过，行政院考试院嘛申请实现甲暂时处分，互那样立委关注进度。传输部讲，因为爱重新审定要18万的退休公务人员的所得替代率，系统调整估计爱半年。这个期间会照原地规定发退休金，引起那样立委的质疑。为什么这个时间要这么久啊？譬如讲到警察条例，我们也花了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因为它需要重新再写程式。中华民国的资讯技术如果是这么落后，那我不晓得我们的 AI 跑哪里去了啊！透过程序上的干扰，希望拖到宪法法庭开议。李来希批评讲，行政机关的目的是要等到实现结果出来。完全无得个升等退休公告人员的权益，相关作业的时程是参考英国的经验，无超工拖刷。不过调查对法律效用的日期甲退休金的差价，是个引起争论。修正的条文中并没有追溯生效的条文。12月27号以前，我们整个退休金的发放就依照旧法。在这个条文里面本来就已经有了这个回溯的意思，否则的话不会讲说这个附表从113年之后不再适用。自己在修法的时候没有把施行日期的配套思考清楚，现在反要求我们要去违法，要去把2年的役扣退休金一并要返还。那以一个年资40年退休的公告人员来计算，伊退休进前月薪16万块，在年金改革逐年调降1.5%的制度之下，2025年的所得替代率降到68.5%，等于一个月领41100块。修法了后，所得替代率是以2023年的上限来认定，等于每个月退休金会维持42900块。也那民进党团嘛规划，上近这礼拜向宪法法庭来提案，互停止台年金法案这个战线，搁持续延长。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高雄喇叭底布邦 BOT 案等咧施工，昨说传出讲有工地铁帮对施工大楼落来，飞去停伫机车的所在，险啊落去击到人。这市府表示讲，已经请人去勘查，依法会发工地交办，要求全面停工。我见人行道的奥多拜停车格，奥多拜是到骨力台，这车顶头还有嵌铁帮，有民众发现这铁帮是为对面当咧施工的大楼飞落来的，有人亲目睭看到家己的车风掀海去，更有人险险啊风掀到。他应该没有防护好啦，那个防护的那个网应该没有弄好。应该先调查一下，先看看怎么样，再继续施工吧，好安全吧？对啊，高雄市民的安全
最重要吧。代志发生伫11下晡，代志发生无偌久，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登去现场搬铁棒，第一时间市府请土木技术工会派人勘查，初步认定违反建筑法，罚9万块，而且勒令全面停工。那因确实违反建筑法第63条，本局即刻勒令停工，并裁罚新台币9万元整。12透早登去事故现场，阁有防牵海汽的车停伫停车格，市府嘛阁劳动检查一摆。工地负责人承认落去的铁棒是工地内底物件，已经积极甲车主联络，佮讲会甲所有的赔偿责任打起来。不过高雄最近起诉案件是有够多，市府统计2024、2025年高雄建商新起的案件，甲实际开始动工的数量分别是153，还有168件。这些案件拢有赶工的压力，市府嘛爱甲施工安全。还有相关的保护各护案，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公视新闻王周婷、陈兴坤高雄报道。今仔高雄捷运车站内底监视器大部分拢也是2008年通车的时代的，都无换新过。这画面的位数是干那37万尔。这有议员就质疑讲，若万不因发生什么代志，根本就看袂清楚。高捷嘛回应讲，已经编预算，会甲这旧的慢慢换掉。捷运站的出口、大厅、天棚等等的所在，拢有安监视器。捷运甲台铁等等的大众运输，以监视器来监控站内情形已经是常态。不过有民代发现讲，高雄捷运红色甲柑仔色两条线，39个车头内底的监视器，大部分拢是2008年通车的时阵装的，位数干那37万，影像保留的时间嘛无一定，上底干那14天。只有37万的话术。比我们的手机都还要差很多。如果不能及时辨认嫌犯，或者作为明确指控犯罪的证据，将造成警方的侦查断点。高雄捷运最近这几年的运量一直提升，面对烦恼旧的监视器若无换新，万不离若发生类似随机攻击的事件，恐惊真恶随应变，乘客嘛认同这个看法。当然是话术好一点最好，比较安全了。监视器其实也是要有人去监测才有意义，才有办法预防。民代认为除了换新，还阁爱有人随时伫遐看，确保安全。实际去站内看旧的监视器监控的画面，画面也算清楚，不过较好针对特定的人，伊的面等等的特点来确认。类比式的，那也是符合当时的规格。那话术大概是落在37万左右。那在这几年来呢，在进行一些相关的运用啊，例如说可能是有一些逃票啦，或者是说破坏站内设施的部分，那都还能够派得上用场。高雄捷运表示，现有的监视器针对违规的事件，要是会当即时来掌握。去年已经有成编8个车头监视器换新的预算，会慢慢啊甲车头原底类比式的监视器换做500万位数数位式的监视器，持续来换新，确保乘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大安森林公园，讲附近有一条巷仔内有人家厝，伫咧内底有藏交警，警察去查，当场发现内底有7个人是伫咧跋筊，移送法办。来，警察标动！大庭警员冲倒去楼骹堵袭，真侪人围做一道，当咧耍着就破口。你场主嘛，对不对？名额官嘛，对不对？已经送着跋筊钱96000块，并且甲各种的跋筊工具收起。更较关键的是，警方查到抽头的科技啊，还有名额12万外，脚卡的科技啊，认定涉嫌非法组织跋筊。车子从那边骑嘛，我一看到这边好多其他车。这间地下交警用人家厝来掩护，开伫台北市大安区瑞安街的巷仔内，挖进大安森林公园。对外口看起来是真正常，不过辖区的警员接到检举，现场出入复杂，展开调查，正将甲交警的业者等等的人带回来。因承认伫去年底租人家厝偷窃交警来趁钱。当场查获场主及荷官各1名，赌客7名聚众赌博，现场查扣赌资及相关赌具1批。警方依法将涉案人员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法办，其余赌客依涉违法裁处。涉案的业者甲总管虽然2个人拢承认罪行，有关乎按照跋筊罪移送，也那在场的7位脚卡是按照涉依法裁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是提出台湾未来户头的草案，由政府甲爸母斗阵来替囡仔来欠这未来资金。伫咧囡仔18岁时，上侪就会当领超过50万。不过，这民进党立委甲卫福部拢质疑讲，这项政策恐惊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嘛害这好野山的差距是愈差愈侪。
囡仔愈生愈少，经济负担是一大原因。为着要解决问题，在野党提出替囡仔设立台湾未来户头的概念。那被立委也伫立法院提案，规划伫囡仔出世了后，政府会当先伫咧口罩内底欠5万，了后逐档搁欠1万块，用长期性的投资，预估伫咧18岁时会当领33万。若是过程中家长也有相对半钱入去，口罩金额会当超过50万。这部台湾未来账户就是用制度化去资产的支持，减轻育儿的负担。从孩子的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一起就来投资国家未来的竞争力。8日立法院社权委员会咧讨论这个草案，有民进党立委质疑讲，若是照拿爸立委所讲的，爸母也会当家己提拔愈多，囡仔成年的第一桶金钱就愈悬，才会变相讲造成好野善食愈差愈大。是不是会是又是打造一个社会不公的一个温床？你要知道，有钱的人你请他储蓄哈，这个是一个好事哈；没有钱的人，你让他去储蓄哈。这是一个罪恶。卫福部也指出，政府的资源有限，福利政策应该要做的是，把预算留给弱势家庭的囡仔。你的爸妈因为在台积电，或者说在这个高所得，还有国家还要给你这个开户金，我是觉得恐怕会有复制目前现有的贫富差距。咱不是干有台积电，还有这个高科技，咱嘛有真侪迄个工苦人。这正是咱正爱给他照顾的。卫福部补充，政府对2017年开始，已经有针对弱势家庭的囡仔推动理想未来教育发展户头，每一户弱势囡仔伫18岁时会当欠54万。政策推动8档，已经帮助4万名的囡仔。卫福部希望甲预算留予需要帮助的囡仔。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伫台湾有真侪人近视，嘛有真侪人会选这种挂这稳型的目镜。不过，你敢知影这稳型目镜的塑胶盒仔其实是会当回收的？换这环保金，佮不止啊好价。有工作方式利用这款盒仔，就会当伫咧10分钟之内变出一支新的目镜框。对，这个就可以戴出来，是一个眼镜。你要戴戴看吗？这支色水真水，佮有造型的塑胶目镜，伫10分钟进前，只是一寡塑胶本色。环保业者摕几个稳型目镜盒仔、饮料罐，佮加一寡咖啡粉。那我们这边把材料轻轻的、均匀的倒在我们的热板上面。高温把塑胶变成软，软甲亲像麦芽糕同款，完全让它没入，很像做鸡蛋糕一样。然后我们接着也是2只手沾压力。然后摕入去机器塑形，这支循环再生的目镜肯就完成啊！业者讲，稳型目镜的水盒仔属于聚丙烯的材质，这款材质耐高温，结构单纯，有真悬的回收价值。眼镜的水盒，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运用，像包括我们垃圾厨房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用我们的5号聚丙烯。那水盒也是一个很棒的原料，因为它可以做成透明的样子，所以它可以做成充电盘的外壳、眼镜的这个框的外壳，还有就是做成我们整个碗的这个容器的一个材料。台湾有真侪人挂稳型目镜，却真少人知影讲稳型目镜的水盒仔会当回收。即马有真侪目镜行为着要响应环保，提出环保金，鼓励民众把塑胶水盒仔摕回去门市回收。我们大概从去年就是2024年的9月就开始做这个回收的动作，那现在也1年多了，那目前累积的量有1560公斤左右，然后已经突破51000多人次的回收量了。全世界逐档有产生大量的塑胶，不过回收再利用的比例无到1成。亲像本色厨房即期伫咧社群分享举办展览手工，就是希望透过美感唤起社会关注，延续塑胶本色的生命和价值。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去年马太安溪崩山湖做大水，甲这报花拢抢歹去。为着要通水路去报花，这水利署就要收土地来做工程。相关部会嘛有去办说明会，不过这居民就烦恼讲家己权益会受到影响。讲若是这土地若是用地基的是无意见，不过是无法度来接受这土地规个去用收去。这是光复乡马太安溪南华东寨区，为福州街甲北湖村的爆花边，水利署计划要兴建2500公尺长、宽50公尺的加悬加固爆花。土地即马到底是要以征用还是征收，居民都无清楚。可不可以很明确的告知我们说，租用跟征收的范围是哪些地方？
水利署表示，马太安溪目前有3个本环爱兴建，其中万英村、明治村有2060公尺，光复乡有2500公尺。相关地目分别有国有地、私有地、甲环保地，会当讲拢是农用。当用期会以公告现代的10%作为补偿，也毋过以永久性来看，未来也是需要以定收方式来进行。我们必须要在今年的4月汛期来之前，能够把这些都做到位。因此的话，我们一开始我们是透过先行使用，然后之后我们会采征用的方式。那报部同意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执行。短期征用我们没意见，但是征收的话，可能有点对很多人都说不过去。另外，农业部也针对新竹国有土地重灾区的农地，提出异地耕作办法，向大塘甲国有财产署也有提付回新竹农地，互无法度复耕的农民使用，同时会当异地换地，也会个建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影伫台中是一个艺术家陈金旺，是发现讲这个花莲马太溪崩山河做大水所产生的这个土糜是会当摕来烧灰啊的。那经过研究嘛，认为讲这个土糜是甲一般拢无共款，是一个国内外拢找袂到，嘛无法度来定义的一种材料。陈金旺嘛摕这个土糜来做研究，完成一本论文，投稿伫咧国际期刊。茶米放伫地锅内底加烧水，需要加茶汤倒入去杯仔内底。陶艺家陈金旺所使用的这套茶具，就是家己所烧的马太溪岩鹅。所用的材料就是来自花莲马太溪1楼所捞落来这个沉底土菇。这个就是用光复土当胚，然后用光复砂当表面的釉色。那你今天为了达到釉色的一个熔融，砂的一个熔融，那相对的，它土已经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温度了，它就垮下去了。花莲马太溪崩山河伫去年9月发生一楼出来情形，造成光复乡严重灾情。经过清理了后，留下数量大约600吨的这个沉底土菇。因为陈金旺经过几摆试验甲失败，掌握上界适合的温度，才有法度烧成作品。陈金旺讲，崩山河顶有自然的分离器，加沉底土地分做沙甲土，除了土会使成做黏土的材料，砂当做天然的釉料。土它只有1220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砂来迎合土的温度，我们不需要加入外来的一个助溶剂，我们直接把土加到砂里面去，可以降低砂的温度，让两个变成一个同温层。陈金旺讲，砂因正做提早玻璃化，会作用这也因为纯自性的天然矿物，其中的铁成分。放伫色酸盐内底，互釉色会使稳定发色，造成敢若有光的青色，配合自然一空一空的外表，成做特别的作品。伊除了学名叫做光复土泥系统，也完成学术的论文，并且投稿到国际期刊。那些淤泥、淤沙，然后2方面也是帮助地方就这个以往他们有一个这个产业，再把它做一个优化。工艺中心讲，这样发现除了在应用伫柴烧还原技法的改良，也为工艺材料创新开发新的可能，渴望利用伫建材、环境修复甲文创这领域，也积极予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海拔3000公尺高的嘉明湖，互人讲是上帝伫咧人间的拿宝石，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所在，真侪人要去爬山，拢受袂起遐。不过嘉明湖是伫咧高山，用传统工程咧修复步道是有较困难。林保署即马就推动手工步道，10多年来有这一定人用这在地材料来修理，过程嘛有透过记录来记录落来，即马透过特点，即马是对外来公开。没有大型的工程机具，没有吵杂的施工声，只有一双又一双的手。志工用双手来修复嘉明湖国家步道，顺应地形，用人工来保护生态。这是林业保育署结合山友甲学者斗阵推动的修复行动。对2016年到今，已经10年啊。参加的志工讲，过程毋那只是修复尔，也学到真侪知识。步道一直坚若磐石，都没有受到那个风吹雨打的影响。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手作蛮融入这个山林的，不是只是手作步道，把我们破坏这个，因为人类就是会破坏一些森林、一些大自然，但我们把它修复。但我觉得其吸收到更多的能量。嘉明湖伫海拔3000公尺高，步道超过12公里长，
步道维护拢是靠志工甲山友合作，一人派1公斤甲土石、建材派去山顶，总共出动7万人次。单年修复的长度对几落10公尺到几落100公尺不等，互登山者转变身份，变做守护山的人。台东分署长讲，这条路也是原住民生活的区域，所以建立人和大自然的连结是真重要的。不是只有步道服务我们要去服务环境，我们要去呵护它，它才会给我们正向的能量，给我们善的能量。10年的时间，志工用双手起一条永续的路，过程中嘛有影像和画图记录。林业署也为这的作品举办展览，让社会大众了解步道背后的专业甲坚持。记者陈心动、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拢人想讲，咱人需要困眠是和咱人的头脑运作有关系。不过，根据研究讲，海体无头脑也会困，甚至是和咱人同款，拢是暗时咧休困，这是甚至这海体也会困到。伫海洋生活的海体无大脑，规身躯干那简单的神经网络。不过科学家发现，就算讲无中枢神经，伊嘛会当用神经系统来感受光线、烧吸加化学变化，甚至会使伫足紧的时间内，伫错误当中学习。显示无头壳无代表无智慧，也是无学习的能力。因啊，以色列的科学家上新的研究显示，无头壳的海体甚至甲人同款有相像的困眠模式。The key finding is that you have a very basic organism, doesn't have brain or eyes. They still can sleep. We see them sleeping for 8 hours per day. And I think they're doing that, I don't think, we know they're doing tha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NA damage that is accumulating when they are active. 这个研究唔显示海体会困，甚至有困中昼的习惯。若是强迫海体变暝工，第2天伊嘛会表现昏昏沉沉，春秋的频率嘛会落降。也若针对海体困眠的研究，嘛会使应用伫咧人类的困眠研究顶头，包括减少搅扰困眠的因素，会当增加 DNA 修复的效果。This study and other study in my lab, we know that what we call sensory pollutants. So if, for example, you use your phone during nighttime, or you have what we call light pollution from urbanic areas, or you have a light interfering your sleeping, it can cause what we know as sleep deprivation. So the more we reduce these sensory pollutants or these stressors on our sleep and we sleep better. 这个研究甲困眠需要大脑的传统观点改变去啊，因为海体是即马上古早上老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之一，嘛显示困眠是动物演化历史当中上原始、上基本的行为之一。早伫咧中庸集团式的大脑演化出现进前，可能就已经存在。公视新闻景观庆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至20度，中部地区12度至24度，南部地区14度至27度，东部地区13度至23度。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